有冇可能好多人唔返教會，唔係因為佢哋變咗，而係我哋將教會變成咗一個只可以消費嘅地方呢？各位，我係周輝牧師，想同你哋分享作為牧師，亦都係一個屋企裏邊煮飯工嘅心靈體會。我發現我哋有時候好努力咁去改善教會，改變弟兄姊妹，想佢哋參與多啲，想教會能夠提供更好嘅服務。但可能我哋理解聚會或者教會嘅睇法或者方式，反而係會令大家慢慢變成咗旁觀者。我想邀請你同我一齊諗下，我哋嘅教會生活係好似一場 potluck，定係一場自助餐 buffet 呢？喺自助餐嘅模式裏邊，牧師同工好似大廚，壓力其實好大，又要確保講道啦、敬拜啦、不同嘅培育靈性活動、外展傳福音都要喺最高嘅水準。而對住弟兄姊妹就好似食客一樣，你入到嚟拎住隻碟，揀你想領受嘅嘢，覺得好聽，有得着，有感動，又或者你有時間就領受多啲，唔啱胃口嘅你就會選擇跳過。大廚好努力咁煮，食客好努力咁食，但係結果係大廚會攰，而食客會變得好挑剔。最重要嘅係大家喺同一個空間，但係其實可能好孤單。你未必知道隔離嗰個人有咩難處，佢都唔知點解今日你會流眼淚。當聚會變成咗睇表演或者買服務，我哋就失去咗家嘅味道。但初期教會唔係咁樣，佢哋嘅增長唔係靠更專業嘅大廚，而係靠一套每個人都參與嘅方式。potluck 嘅意思係每個人都帶一道菜嚟，傳道同工，你再唔係一個孤軍作戰嘅大廚，你係引導大家入廚房嘅導師。而弟兄姊妹，你都唔使驚，你帶嘅一道菜唔需要一定係乜嘢山珍海味，你嘅一道菜可以係你對聖經一個嘅理解或者一個疑問，又可以係呢個禮拜你點樣經歷主嘅一個小見證，甚至乎只係你願意為人禱告嘅嗰份真心。當你唔再只係拎住隻碟，而係願意分享你嘅生命，你先至會發現原來我可以貢獻，原來我都係呢個家嘅一份子。我個夢想唔係要建立一個更大更華麗嘅教堂，而係想見到每個家門可以打開，屋企嘅飯台變成咗聖靈運行嘅地方。所以我想邀請你，特別係今日對教會仍然有夢想，又或者你覺得好疲倦嘅朋友，試下放低嗰隻自助餐嘅碟，唔好再問今日教會可以俾到啲咩我，試下問我又可以為呢張台帶啲咩嚟呢？當每個人都帶自己嗰道菜式，教會先至真正豐富，因為我哋唔再係返教會，而係一齊活出教會。我係周輝牧師，下一集我哋再入廚房睇下點將呢個模式落地，我哋一齊食飯見。